台港文化季今年迈入第12档，同时今年也是台港文化中心启用满2周年。这届以着台江幻想曲为主题，安排一系列的活动，将要对4月份一直进行到9月份，长达半年的时间。这届安排的演出，除了精彩的福尔摩沙马戏团以外，也佫有豆子剧团等丰富的艺文活动，希望予参与的民众会使感受到多元艺术的吸引力。今年台江文化季是迈入第12年，那也是我们台江文化中心开馆满2周年的一个时间点。那特别在我们满2周年这个时间点，我们特别规划一系列的活动，以台江幻想曲为主题。那首先我们在4月10号，我们邀请到福尔摩沙马戏团来做我们的户外的开幕演出。那接下来呢，4到6月之间呢，我们在剧场也特别邀请了从台北下来的明日呵呵制作所所演出的儿童音乐剧《小鹿决定去远方》，那还有年轻人喜欢的打卡，那还有孩子喜欢的豆子剧团、苹果剧团等等非常多的一个剧场表演活动。那同时我们在户外呢，我们也会把我们这几年我们很多的团队在台江文化中心驻馆的成果带到社区来演出。我们有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所带来的大角门神这个作品，我们会到台江的社区来做巡演。那当然也有我们开幕大戏《嗨港印》，嗨港印这个作品也同时到社区来做这样的一个呈现。这届除了表演团队精彩的演出，文化中心也规划了剧场背后辛苦的技术人员的亮点，同时也佫有台江地区学校带来丰富的音乐表演。那同时呢，今年很特别，我们安排了2个展览。一个展览是我们针对剧场的技术人员的一个摄影展，会在我们的台江文化中心剧场东的3楼来做1个月的展出。那同时也会在园区来做一个另外的艺术的灯光呈现的部分。那同时呢，我们这10几年来一直跟我们台江社大这边做非常多的合作。那我们会以我为家乡写歌这个音乐会来做一个开场，在4月16日晚上，在文化中心的剧场来做一个开幕的序曲。那2个月之间也非常多的我们在地的学校、在地的青少年的一个社区音乐会会同步来展开。那这2个月到3个月之间，非常丰富多元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拨个时间来到台江文化中心看看表演，走一走，然后认识我们在地的家乡，认识在地的台江的文化。台江文化季对台江地区的民众来讲，是一年一度的盛会。透过地方甲政府的力量结合，将艺术带到社区，并以着无同的形式来呈现，让民众会使亲近艺术。也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来参加。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